咱个继续来关心新北市三重堡一个建案工程造成边仔厝倒去加载无人着伤，市政府嘛扩大撤离附近的民众，目前是疏散超过200个厝边，初步是认为是乌地基造成的，详细原因爱个厘清。工务局嘛表示讲，今仔土木技师会来勘查，确定讲安全无问题，就开放民众登去处理快物件。 乌土机继续动工，展开拆除作业，规涂骹拢是厝的残骸，大家时间遭受了，赶紧清理完。建安工地的2侧邻房已经不复存在，中级局进驻拆除，避免灾害又扩大。因为6号晚间左侧房屋突然无预警倒塌，倒了。 有居民亲目睭看到厝倒去的惊吓场面，工园一时变作废墟。住户未负早早给会，拢防紧急撤离。那个猫来我们家才5个月，还生了4只小宝宝，那他们现在母子都5只在里面。听到184瓷砖掉落，马上3秒钟，整个房子都倒下来，我就赶快开门叫老公赶快跟小孩子逃出来。某有住户积极要登去摕物件，互工程人员好坑。这个事故导致新北市三中部区的6张街，一个建案工地在时间过程造成lum损。新北工务局决定初六暗要拆除起价真严重正边的厝，想要到煞是倒边的厝先倒。崩塌这个涉及到原来的整个地下室这个开挖过程的工序，甚至在整个降水过程或者是在抽水过程有无异常的一个讯号。官方初步判定建商开挖地基造成灾祸，不过动工的过程除了水费沙石等外在因素，检视设计人为疏失，也是接落来的调查重点。新北市场校局强调会追究业者的赔偿责任。负责施作工程的业者一定要负起损害赔偿的责任。今天早上我们也会同了技师工会，那如果检视如果是安全无虑的部分，那这部分我们也会让这些目前这个预防性的住户，然后能够顺利的回家。到初7早起，当地区公所统计已经疏散超过200人。工务局表示，目前只拆除工地2边的厝，其他面积继续监测，也会看抢灾进度，确保安全无顾虑了后，才开放民众登记。公视新闻采访报道。